聖經詩篇50篇15節，並要在患難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榮耀我。在患難當中，你曉唔曉得求告神呢？你有冇一位真係可以幫助你嘅神，你可以去求告佢呢？問題就係你亦都知唔知道自己今日在患難當中，好多時候你經濟富庶嘅時候，你未必覺得自己需要神，求主幫助我哋，真係知道我哋罪人死在罪惡過犯中，真係需要神嘅呢個嘅搭救。仲有神對詩人講，你也要榮耀我。嗱，今日呢個係我哋人生基督徒人生裏邊生活嘅最重要嘅人生目的，活着係要榮耀神。求主幫助我哋真係曉得信靠佢，信靠耶穌，為佢而活，喺工作行為裏邊能夠榮耀我哋嘅主耶穌基督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